阿竹想睇訂單客人名，但係得個編號，點樣將兩張表合體啊？喺竹葉小館，阿竹睇緊訂單表，發現得 C1呢啲客人編號，佢根本唔知客人叫咩名，原來啲名全部存晒喺客人表度。貓頭鷹博士飛過嚟話：阿竹，係時候學用 join 啦。join 嘅作用就係將兩張有關聯嘅資料表合拼埋一齊查詢。博士寫出語法，用 inner join 連接，再用 on 指定客人編號相同。結果出嚟啦，訂單 O001嘅客戶名稱係松鼠先生，85蚊，一清二楚。阿竹好開心咁話：哇，兩張表嘅資料真係完美結合咗啊！博士繼續講。Inner join 只會顯示兩邊都有記錄嘅資料㗎咋。如果你想睇晒所有客人，連未落單嘅都睇，就要用 left join 啦。咁樣左邊客人表就會全部顯示，右邊冇記錄就會留空。阿竹終於明白，外建建立聯繫，而 join 就令聯繫變成實用嘅資料。